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9月19，诗篇68篇20节安尼讲：上帝是甲阮行逐样拯救的上帝，为脱离死亡，是在地主耶和华。三甲来祈祷，甲阮行逐样拯救的天父，阮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古早、现在，直到将来，永无改变的信实上帝。主啊！你创造万物，互因照时成长，阁使到人民疼痛，互听你、敬畏你、专心信靠你的人。主啊！因为你的疼痛无去终尽，你的慈爱永远伫地，你的信实要到万世代。主啊！对这代到迄代，直到世世代代，拢要学了你的名到永远。主啊！过去你予以色列百姓脱离奴仆的日，予因出埃及，过红海，经旷野，入迦南。主啊！你过去安尼拯救，但你也要甲阮行逐样拯救，因为阮通脱离死亡，是在于你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